1934年，伫咧中华出世的画家陈景荣，是台湾头一个摕到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壁画硕士的画家。伊出业了后，返来台湾教册，甲西洋画观念传入台湾，嘛牵升真济少年辈。即阵伊的创作当伫咧中华美术馆展览。一百无共技巧创作，有油画、模式，阁有绘画画，这拢是台湾本土画家陈景荣的创作。1934年出世的陈景荣是台湾头一位摕到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壁画硕士学位的画家，嘛是台湾超现实主义的大前辈。我会晓的技术是足济，因为迄阵啊足困难要出去留学，所以我去留学的是像讲按素描木炭素描啊画石膏像，这种练习个足好的陈景荣1967年为东京艺大毕业，返来台湾教册。当年社会资源欠缺的年代，陈景荣阁开放画室，予学生来画图，牵升袂少少年辈。伊的学生目前也伫大学教册的陈世强教授就讲，画图这件代志，就亲像是陈景荣的性命。少年的时阵，熟悉伊甲呾。看伊就是活去咧画图的世界内底。伊少年时阵一天就画10几点钟久，嘛毋知讲伊到底有去困啊，无去困。七分回国的是袂当出国去旅行，迄阵要戒严的时所以拢去澎湖，去这个兰屿所以咱乡土的这个题材也多。今年90岁，陈景荣行过30-40个国家，为台湾、为世界，即阵也继续咧创作。色水深搁沉是伊的特色，用画作表达心内所想的，互观众看到思考，嘛是陈景荣的手法之一。这寡丰富多元的作品，目前也当伫咧中华馆立美术馆展出。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